美国大选的结果定着影响全球的政治甲经济。今仔日新闻世界通咧，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美国选举的制度，甲咱台湾无共款，毋是百姓直接选出来的。美国总统大选是采用选举人团的制度，这选举人是啥物？要安怎来投票？咱请苏美来解说。 美国总统选举的方式，毋是由公民直接选举，是公民普选表达因的意向了后，再搁由这选举人团代替选民投票。这上尾的当选人嘛，毋是看啥人摕到的普选总票数较济，是算选举人票。今日特别带大家来了解这款特殊的制度。 美国今年合计选民是有2.400万人，这六州分配到偌济选举人票是照人口的比例来分配，总数计共是有538张。亲像这所有州当中，人口上介济加州是有54张选举人票，也若是人口较少的阿拉斯加州，也搁有中部的南北达科他州。 怀俄明州，也搁有东北部的新罕布夏州甲缅因州，就拢干啊3张选举人票。 所以讲，这11月初5的投票日，就是选民普选投予因心目中的候选人，所以来由这寡普选票来决定因迄州的选举人票要投予啥人。全美国50州加上华盛顿特区，计共51个所在，有49搭拢是普选赢迄边，就会当摕到迄州所有的选举人票。就算是敢若赢一丝丝啦，嘛是赢这总体。 这总数538张选举人票，就要摕到270张以上，才有法度当选后一任的正副总统。这选举人代表百姓投票制度是真特别，不过咱头拄仔嘛讲到，伫咧各州票声较悬候选人，迄个州的选举人票会当总包，所以候选人就算总票数较济，嘛无一定会当做总统。这选举人的制度，敢有法度完全代表选民的声音呢？咱继续请教苏美。 是主播，这款选举人团的投票制度上较大的争议，就是赢普选的人，落尾无一定会当选。亲像咱头拄则讲到的，各州的选举人票是赢者总体，普选赢选举人票煞输的情形，伫咧美国的历史上就捌发生过5届。 亲像2016年的大选，共和党的 Trump 对上民主党的希拉蕊，迄当阵希拉蕊全国普选的总票数是摕到6585万票，大赢 Trump 300万票。不过，这 Trump 是一寡较竞争的州，亲像是威斯康辛、宾州甲密西根，虽然是赢无1%，不过依然是摕走所有的选举人票，计共46张。 落尾这 Trump 就以306拍败希拉蕊232。这款听起来无介合理的制度，有关是有伊的支持者赞成的迄摆是认为讲，上介主要就会当互一寡较小的州嘛占一定程度的影响力。也若是反对者就认为讲，安尼小州的权力颠倒是伤过大，而且候选人嘛有可能会甲竞选的重心拢放伫咧选情较激烈的所在，选情较明的州，选民就较无受到重视。